家好，我係 BNS Fitness 嘅 Willie。今日我哋嘅 workout 有一個好特別嘅嘉賓會示範啲動作俾大家睇。咁臨開始之前咧，我想多謝我哋嘅贊助商 Nike， 我 provide 啲咁靚嘅鞋同埋衫嚟着。咁我哋開始啦。咁今日我哋真係好榮幸有我嘅好朋友 James 過嚟介紹同埋示範啲動作俾大家睇。咁 James 可唔可以簡單介紹自己俾大家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es 陳耀雲。咁我而家係南華籃球隊嘅成員之一，同埋同時都係香港籃球隊嘅成員之一。咁我而家從事咧教練嘅工作。如果你有興趣睇下咧，你可以去以下呢一個網址度睇一睇。咁今日嘅 workout 就叫22×4。22×4嘅目標就係第一，加強腳嘅力量；第二，練耐力；第三，係真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消脂。咁22×4有4個動作，第一就係深蹲，第二就係 lunge， 第三就係深蹲跳，第四就係 lunge 跳。咁我哋每個動作都做22下。咁如果可以嘅話咧，我哋lunge 同埋 squat 嘅中間咧就唔會休息。咁James 可以示範深蹲第一個動作 ，OK？ 咁 James 過去做一個深蹲嗰陣時咧，每一次都要落到去90度 ，OK？ 呢度90度，佢會挺胸，呢度有少少彎嚟，呢度會有少少彎，膝頭哥唔會割腳趾，然後上翻嚟。佢留意佢落嚟嗰陣時咧，雙手就會擺喺前面。上翻嚟，然後收埋隻手上翻嚟嗰時，收埋隻手 drop last one lock and 上 good， 呢個就係第一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就係 lunge，OK？ 踏前一步。好，咁你可以留意咧，佢踏前隻右腳嗰陣時，佢就會舉起隻左手 ，OK？ 第二，每次落去嗰陣時咧，右腳或者前嗰隻腳去保持佢90度 and 翻上去。Good and last one good， 然後 last point 就係你可以見到佢後面嗰個膝頭哥差唔多掂地，唔使掂地，如果掂到地唔緊要，但係差唔多掂地。然後呢一度用腳踭翻嚟翻嚟 ，good， 呢個就係第二個動作。第三個動作咧就係深蹲跳，好，同第一個動作差唔多，佢會落嚟深蹲，記住去到90度，然後錯手跳翻上嚟。但係咧佢係會連續咁做，所以佢跳咗。and then 佢落地嗰陣時咧，會做一個深蹲 ，OK？ 呢個係第三個動作。第四個動作咧就係 lunge 跳 ，so 同第一次踏前一樣，然後佢今次會錯手跳起 ，and 會連續咁做幾下？1、2、3。咁我哋嘅希望咧就係喺呢4個動作之間咧就唔使休息。咁如果你係第一次做呢4個動作咧，做個姿勢先，然後先好計時同埋唔好休息。OK， 咁我哋開始啦。好。咁如果第一次做咧，我建議你唔使做得咁快，慢慢練好呢幾個動作，然後先計時。OK， 咁 James 嘅目標今日咧去做呢4個動作會係2分鐘。OK， 咁 James 開始，你準備開始未咧？好。Good。好，咁第一個就係深蹲啦，所以佢會連續做呢4個動作，休息我哋去計時。Ready？ 3、2、1 ，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 ，good。咁佢做22咧就做 lunge， 做完 lunge 就做深蹲跳，做完深蹲跳咧就做lunge 跳。幾多下而家？22 ，OK， 先跟 lunge， 每邊11下，1、2、3，留意佢每一次都落到去90度。6、7、8，咁你留意佢踏隻左腳向前嗰陣時咧，佢就伸出隻右手 ，opposite hand opposite leg。幾多下而家？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。腳，然後而家深蹲跳，唔好休息嚟進到每一1，攞去90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8、19、20，當然而家開始攰，要集中啦。Good， lunge 跳，踏前 and chop， 1、2，跳高少少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 good， 16，每一次都落去90度，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
廿二 and rest good good so James 係一個非常之高級嘅運動員 so 佢已經做慣呢幾個動作 again 如果你未試過做咧慢慢去練好呢個姿勢然後先好連續咁做啲動作 OK 唔使一次過做 OK so James good job 咁我哋結束之前咧有乜嘢想同啲觀眾講啊？若果你真係想成為一個好嘅運動員，體能、技術都好重要，所以你要加油，一齊做好佢。咁多謝大家去睇我哋呢一集，記住22乘4係一個好難嘅 workout， so 慢慢嚟。但係22乘4咧，同一個時間係一個好方便嘅 workout， 因為唔需要任何器材，可以喺屋企做啦，可以喺公園做，邊度都做到嘅。咁我哋今一集就結束啦。咁記住你可以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， 或者可以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台。下次再見。